大家好，又係我 Charles 啊。今日係2025年3月29日啊。今日嘅題目呢，就係關稅啦。咁由於呢錄之前呢，我就已經寫好咗文稿噶啦。不過呢，美國嗰邊呢 Donald Trump 呢，日日對於呢個關稅呢都有啲變動，所以搞到呢，我一改再改，最後都係唔得啦。今日一定要出街啦。又咁啱星期六日呢，相信阿總統都要唞唞，都要休息嘅。咁好啦。今集我哋正式開始。關稅英文叫 tariff，基本上有讀過初中經濟呢，就已經有老師講咗噶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啦，讀書係求分數噶嘛，出到嚟做嘢90%都唔記得晒噶啦，剩翻我哋呢個社畜冇意義咁樣，冇靈魂冇意義咁樣生活加躺平咯。我做人就唔係咁嘅。講翻正題，就算你做社畜躺平都好，都要知關稅係咩？點解啊？因為影響到你生活咯。如果你呢個星期有睇新聞啊、聽收音機之類呢，你都知道，除咗李嘉誠賣碼頭之外呢，關稅就係呢個星期嘅熱話。咁啊，喺錄呢個 podcast 之前呢，美國嘅 Donald Trump 總統呢就話會徵收全球所有汽車嘅關稅25%啊。實際嘅操作係點呢？我而家即刻講啦。咁例如美國而家話對汽車加收25%嘅關稅啦，我用一個例子，就用 Benz 汽車嚟做例子啦。即係話所有 Benz 汽車由德國送去美國之後呢，都要喺美國嗰度呢俾25%稅。咁我再深入少少講啦。Benz 喺美國裏邊呢，就唔係直營嘅，即係話 Benz 廠呢，就唔喺美國嗰度呢，有一間公司。佢係經一間叫做 Fletcher Jones Motor Cars 嘅車廠嗰度做分銷嘅工作。咁簡單而言，即係話德國嘅車廠，即係 Benz 嘅車廠啦。首先就做起晒批車啦，就送去美國。咁喺美國嘅碼頭嘅時候咧，Fletcher Jones Motor Cars 咧就會喺碼頭嗰度收車啦。收車嘅時候，美國嘅海關就會走過嚟，就同佢講啦：喂，而家要加關稅，所以每架車咧就要俾25% 嘅關稅。然之後咧，你俾完錢啦，就可以將你呢批車咧送去俾美國國內嘅客人啦，又或者開始銷售啦。大家一聽就明啦，邊個最受惠啊？就係美國政府啦，即時多25%咯。嗱，你計條數啦。假如一架車由美國入口咧係20000蚊嘅話，20000美金啦，加咗25% 關稅咧。咁進口商即係頭先我所講嘅 Fletcher Jones Motor Cars 咧，就要俾5000美金嘅關稅咯。你諗下啦，無啦啦咩都唔使做，你入嚟我就收你5000，係咪好容易賺呢？呢嚿錢？咁而對於呢個入口商嚟講，佢嘅成本就由20000蚊就變成25000美金啦。喺呢個時候，如果你係進口商，你都會知道啦。你無啦啦俾人食咗5000蚊，咁點啊？你梗係要跑翻條數翻嚟啦。咁冇理由自己硬食噶嘛。咁而5000蚊可以點樣解決呢件事呢？最方便、最唔使用腦嘅方法，咪邊個買車就同佢講，因為呢，阿 Donald Trump 總統就要收5000蚊嘅關稅啦。我而家呢，就喺你嗰度要加翻價5000蚊啊。咁就好無奈、好慘咁，跪求個客俾咯。咁個客好多時候你貴價車，佢都會覺得，妖5000蚊咪俾你咯。一陣我就會講，如果唔係貴價車，又會點樣影響大家嘅生活啦？咁除咗將呢5000蚊轉嫁俾消費者之外呢，佢仲可以點呢？佢好簡單，佢可以 cut 走呢5000蚊嘅開支。咁我而家講5000蚊啫，你一手車入嚟，可能每次入500架、1000架，咁條數就天文數字嚟噶咯，係咪先？咁佢可以 cut 走個25% 開支，例如美國咁多個分店，佢咪 cut 走一間分店，或者 cut 宣傳，再唔係裁員，去令到啲25%嘅開支可以平衡翻咯，甚至乎可能 cut 完人仲有賺添。不過咁樣做法就非常之勞師動眾啦。咁有冇第三個方法啊？咁係有嘅。咁咪代理商打去 Benz 嗰度同佢講咯，喂，而家咧我呢邊要收關稅，我預計咧未來可能輸好多錢噶啦，少好多人買車啦。喂，不如咁啦，關稅你同我揞咗佢啊，咁每架車你買俾我，你咪買翻平25%咯。咁呢個就牽涉到代理商同埋
即係 Benz 廠嗰個做法同埋合作形式啦。咁可能佢又話：喂，唔係喎，大家有簽約喎，要尊重呢個大家簽約嘅時候嗰個意願喎。咁好多好多好多可能性可以發生嘅。咁暫時我諗到咧，通常都係用呢三招嘅啫，冇第四五招嘅。咁至於消費者方面啦，咁我哋首先喺美國嘅消費者嗰度睇睇啦。你本來買呢架 Benz 係俾$20,000嘅，而家一加加25%係1/4，真係都幾金噶。咁如果一般家庭無啦啦要俾多25%啦，因為我今日用 Benz 呢個例子咧，啲人會買日本車、韓國車啊嘛，咁個車價相對非常之平。不過加咗25%都唔少嘢噶，本土居民唯有買二手車咯，因為加咗25%唔值啊嘛。又或者唔諗外國車啦，直接買翻冇打稅嘅美國本土車啦。咁大家都知美國本土車有啲咩啦，最出名或者香港人較為識，梗係福特啦。不過你諗下啦，你有冇見過香港人揸福特先？即係我唔係話冇啊，係好少咯。咁點解咁少啊？咁梗係有佢嘅原因啦，係咪？咁咩原因我唔講啦，今日我唔係講車啊嘛。所以簡單啲講，關稅係咩啊？咪即係過路費咯。美國以外所有人帶嘢入嚟嘅，我都要收呢個過路費。呢一個過路費就係保護到美國本土啦。因為一下子以今次 Donald Trump 呢25%啦，佢會保護到佢國內嘅所有車行，本土車即刻會覺得平咗25%，而所有外國嘅車係貴咗25%嘅。至於本土車能唔能夠把握呢個機會去銷售佢嘅車啊？又或者啲人可能會覺得，其實加咗25%，我都係唔會買福特噶啦。咁呢個就又係後話啦。呢個就取決於每一間車行個決定，同埋每一間車行個定價啦。至於嗰啲經濟學家又或者啲專家成日都話，加咗關稅之後咧，就會令到本土嘅貨咧個吸引力增加，因為其他外國貨貴咗啊嘛。咁呢句嘢咧，我就覺得對某啲貨品咧係啱嘅，但係對於好多好多，尤其是喺美國汽車業嚟講咧，就真係啱一半嘅啫。即係點解啲美國人自己都唔撐自己美國車，一定係個車嘅質素唔好啊、貴啊，又或者保養 service 啊，諸如此類嘅，係咪？如果唔係，你點會無啦啦個個會走去買日本車、韓國車啊？而我哋睇翻數據，日本同埋韓國車咧，的而且確係撐起美國半邊天嘅。咁而經濟學亦都即係嗰啲經濟佬成日都話咁樣啦，加咗關稅，尤其是加25%咧，又可以逼使啊其他車廠，即係日本嘅車廠、韓國嘅車廠咧，甚至乎一啲美國出咗去外國整嘅車廠，可能係 Tesla 啦嚇，咁搬翻去美國嗰度設廠咯。咁呢句話又係多餘。你會買一架中國製嘅 Benz 啊，定係一架德國製嘅 Benz 啊？定係如果有一日美國都有 Benz 做嘅時候，你會唔會買美國嘅 Benz 啊？咁呢個大家心中有數啦。咁加上汽車業咧，有一個好複雜嘅工業嚟嘅，即係你而家已經唔會有一架車咧由零開始喺一個地方做晒。其實好多車嘅零件咧，全部都係外來嘅。咁以 Benz 為例啦，佢喺美國設廠其實近乎冇可能啊。一來嗰個地點喺美國啦，山高皇帝遠都唔知點管啦；二來美國有冇咁足夠嘅技師同埋人力先？咁啊，美國 Elon Musk 啊，又甚至乎啊 Donald Trump 都話未來美國啊唔使咁多人力噶，使鬼咁多工人咩？全部機械人 AI 啦。咁但係而家你見啲機械人連接件衫都未搞掂啊，咁你覺得可以成熟到去做架車咩？咁好啦，到啲機械人同 AI 真係咁叻啦，我俾你2年後，好冇？咁你作為一個德國嘅 Benz 廠嘅老闆，你會諗，喂，既然個 AI 咁成熟，我梗係喺我本土嗰度已經有條生產線，我已經熟悉呢個本土嘅稅制啊，或者個銷售模式啊，我喺呢一度慳嗰25%，先至將架車送去美國嗰度賣，係合乎情理過我去美國由零開始開間廠。你知美國又有工會啦，你又唔知工人係點樣運作啦。你就算係機械人全部 AI，你最後其實都要有人去搞啲 program 啊，搞操作噶。咁例如語言啊、售後服務啊、保養，喂，你呢啲梗係揾個 resell 喺嗰邊啃咗呢啲惡啃嘅嘢，好過你由一間車廠自己喺嗰邊 build up 啊，係咪先？咁啊，反正講開車啦，咁呢個關稅對於中國其實有冇影響呢？反正我講開車，我就講埋落去啦。之後我先再講多啲關稅嘅嘢啦。其實對於中國咧係影響好細嘅，因為咧
睇翻美國俾嘅數字咧，2024年咧，中國入口去美國嘅車其實都係得5000架，而呢個數都係大約啦嚇，即係例如可能4000幾、5000幾咁啦。而呢5000架，我分分鐘可能美國一個省都消化到啦。所以以車入去美國嚟講咧，中國影響好細。不過我哋睇到好多，尤其是小米啦，小米呢幾年積極發展所謂無人車同埋電車啦，咁佢都話會積極考慮緊咧呢2年入去美國。咁相信Donald Trump 可能亦都係針對呢樣嘢啦，去控制中國日後喺美國大量傾銷中國本土嘅車啦。咁而今次 Donald Trump 其實唔係針對中國咁簡單，佢呢個真係地圖炮式咁樣收稅咧，係影響到佢好多盟友，即係日本、韓國、墨西哥啦。因為呢3個地方其實佢哋去美國係最多嘅，而且唔少車廠咧，其實喺 Donald Trump 第一任咧，即係大概2018佢搞呢個車嘅關稅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搬咗去墨西哥，因為嗰陣時 Donald Trump 都未針對佢自己周邊嘅盟友。墨西哥同加拿大搞咁大型嘅關稅，你知啦，墨西哥又嗰個法制可能冇美國咁嚴重啦，咁佢哋可以喺嗰度開車廠啊，嗰邊又冇乜工會啊，咁佢哋喺嗰邊開完車廠，跟住咪運啲車，又或者一架車廠入面8成做起咗架車，或者5成做起架車先再送去美國，咁樣嚟慳錢法嘅。暫時對中國影響係好微嘅，不過 Donald Trump 下一步會唔會對中國入口嘅汽車零件打稅呢？咁就難講啦，因為 Donald Trump 基本上係見錢開眼嘅，咁而中國呢，就反而對好多即係包括德國嘅車廠啦、Benz、寶馬，甚至乎大家熟悉嘅 Tesla 都係中國提供零件嘅，嗱，電池啊、電路板啊諸如此類嘅。咁如果向呢方面打關稅嘅話呢，咁就真係好衝擊中國啦，而且又要再洗一次牌啦，成個供應鏈。例如，就算而家美國福特嗰啲車零件都係嚟自中國嘅，咁到時福特又會點同中國丟呢？又或者 Donald Trump 係咪又係地圖炮，所有汽車零件都打稅呢？咁嘅時候，即係中國嘅車嘅零件廠搬去邊度都冇分別嘅，因為全世界佢都打稅噶嘛。係啦，咁係咪又逼中國去美國嗰度開間零件廠呢？咁我又如我之前所講啦，係冇乜可能噶啦。咁到時又硬食，又係報復式噶咯。咁下文我再講即係其他關稅嘅影響啦。咁大家大概都了解咗咩叫關稅啦。咁我講翻香港先啦，對香港有冇影響啊？答案係有，但係好細。點解呢？因為我哋香港入口美國嘅嘢就一定唔會有稅啦，因為關稅係對於你出口去美國先至有嘅啫嘛。咁我哋香港出口去美國嘅嘢其實又係好少嘅。即係嚟嚟去去咪有嗰啲電子零件、珠寶、紡織品，甚至乎錶咯。而家可能錶都冇噶啦，我懷疑。咁你美國喺其他方面加徵個關稅就係10至20% 啦。Donald Trump 都有講過，對香港嘅產品咧都會照中國嗰條例去收嘅。至20% 電子產品、珠寶其實都幾犀利嘅。不過香港嗰個出口咧，其實好細嘅啫，去美國大概都係1% 都冇，好似0.幾個 percent 嘅啫。反而係做轉口貿易啊，即係 shipping 公司啊，又或者有啲產品可能喺印度經香港再加工，再送去美國，咁呢啲就會受大啲嘅影響咯。咁但係又係唔係好多嘅，係啦。反而可能我哋變咗要同深圳啊、上海嗰啲周邊城市競爭咯，因為嗰啲城市可能以前都有啲部分會即係經香港再送去美國，因為可能就啲船期啊，又或者嗰邊根本食唔落啊，冇時間啊，諸如此類。咁而家哇，全部都打稅啦，唔需要再經香港啦，係咪？我頭先就講咗對中國車同埋汽車零件未來嘅影響啦。咁實際而家嘅影響咧有嘅，因為咧中國其實係美國嘅第2大出口國嘅，即係僅次於東盟嘅啫。咁關稅對於中國，尤其是電子產品啊、衫啊，你都知而家個拼多多啊，又或者有啲美國好多年青人用嘅 app 咧，其實裏邊都係買緊中國貨嘅。包括亞馬遜都係啦，亞馬遜好多中國嘅 reseller 賣緊衫啊、鞋啊、USB 啊、線啊、電話零件啊諸如此類啦。
咁其實上一屆啊 Donald Trump 咧都已經向中國產品咧收10%至25%關稅嘅，即係唔同嘅產品咁啊，唔同咁樣收法啦。當時咧係好傷嘅，咁嗰陣時係 Covid 之前啦，佔咗真係中國對美國出口差唔多70%嘅，咁令到咧中國喺2019年咧，就 GDP 咧都真係受影響下跌咗差唔多0.5%嘅。咁去到而家咧個出口都仲係受壓嘅，因為關稅對於呢啲產品係一直只有升冇跌。咁喺2024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嘅手機又繼續下跌啦，跌咗12%嘅，比喺之前嘅一年。咁大家見到關稅個直接影響係真係完全地會令到中國嘅出口係下跌嘅。不過呢，下跌對於美國人係咪真係開心呢？我下邊會講，我講埋其他地方先。尤其是呢輪炒到熱烘烘嘅就係加拿大啦。一來好多香港嘅朋友去咗加拿大啦，二來我都話睇翻數據，原來都有幾多美加嘅朋友聽。咁我又講下啦，又或者即將去加拿大嘅朋友，有好多懵盛盛嘅都唔知道，原來嗰邊啲稅係可以有幾金嘅時候，咁你就聽下有兩手準備啦。咁因為今次 Donald Trump 已經唔再好似2018-19年個用關稅去針對中國。又或者我咁睇啦，佢2018-19年佢用關稅之道，可以用呢一招搞到一個國家嘅出口下跌，而自己又可以即時收到錢翻嚟嘅時候，佢就將呢條 formula 啦，咪運用喺全世界咯。佢話知你係咪我嘅盟友，我話知你係咪加拿大 friend 唔 friend，墨西哥 friend 唔 friend，總之我而家咩啊，見錢就要開眼咯。咁加拿大呢，都係今次美國喺關稅上面地圖炮之中咧，受傷其中一個最大嘅伙伴啦。我自己又覺得真係好奇怪嘅，即係明明上邊嘅加拿大同你咁 friend，下邊嘅墨西哥又係同你咁 friend，係唔係可以坐低傾咧？點解唔可以咁咧？咁我講一講加拿大同美國個關係先啦。咁加拿大未有關稅之前咧，其實每一日嗰個貿易嗰個金額咧去到18億美金嘅。咁18億美金你聽到都知多啦。咁即係話加拿大每日都有好多嘢賣俾美國，咁倒翻轉美國亦都有好多嘢賣翻俾加拿大噶。不過啊，Donald Trump 就話美國要即時向加拿大打25%稅，咁你用計數機讀都發現唔夠咁多個位，即係話你每日向18億美元嘅貨品收25%嘅關稅，哇，真係天文數字嘅。咁加拿大聽到都一定腳軟啦，因為即係冇諗過你要咁噶嘛，係咪先？咁而加拿大咪唯有報復式，咁你收我25%，我咪睇下你有啲咩入嚟，我咪又收翻你25%咯。同一時間，我唔再買你美國貨，我去揾其他嘅貨品去代替你美國貨。同一時間，我又唔將我自己原本賣俾你美國嘅產品賣俾美國，買去其他周邊城市，甚至乎咪又係嗰幾個地方咯，咪又揾翻中國雕，賣翻俾亞洲咯。咁而加拿大亦都醒覺啦，知道要自給自足，即係內卷啦，放棄好似以前咁樣要靠美國嘅依賴。即係你見到第一件事，啲新聞都 show 出嚟，就係啲餐廳啊、超市就將啲 Jack Daniels 威士忌收埋晒，咁係啱嘅。咁奢侈品第一件事，喂，哇25%咁多，我咪唔買咯，我咪逼啲國民飲翻自己嘅威士忌咯，甚至乎咪入其他地方咯。其實蘇格蘭威士忌好飲過 Jack Daniel 噶，我本人嚟講吓。不過可能 Jack Daniel 買得平啦，咁又喺美國一車上嚟快噶嘛，唔使經咩海路陸路嘛，係咪？而今次美國呢個關稅政策，除咗對於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影響之外呢，最大影響其實真係加拿大同美國個感情。好多加拿大人都知道係你美國總統嘅決定，但係對於兩國人民嘅感情一定係產生咗負面嘅影響嘅。咁我又順便趁呢個機會講講美國嗰邊嘅情形啦。咁2025嘅關稅其實啱啱開始嘅啫，而且個汽車關稅都係由嚟緊下一個月4月先至發生。不過呢，如果你去 X 嗰度睇啊，或者你抄一啲 tag，例如關稅嘅 tag 咧，你已經見到好多一般平民百姓都已經話，汽車貴25%，我如何負擔得起呢？有好多人亦都會問翻總統或者問翻國會議員，
咁我而家換車又咁艱難，買車又咁艱難，其實你呢個關稅係幫咗邊個呢？咁我再揾翻啲數字啦。2018、19啱啱 Donald Trump 搞關稅嘅時期呢，其實佢第一步當其時就係針對中國啊嘛。咁佢就喺中國嘅服裝同埋電子用品嗰度打10%至25%稅。大家都知道好多產品都係嚟自中國噶啦，喺美國嗰度。咁美國人就每年呢，睇翻數字咧，喺美國商會嗰度就話就俾多咗460億美元嘅喺2018至19年度。咁而每戶咧大概每年咧都使多咗600至1000美金嘅。咁當中低收入家庭嚟講咧，呢一個比例就更加多、更加明顯啦。尤其是佢哋買一件可能20蚊美金嘅 T-shirt，咁就因為呢個關稅咧就要俾多2蚊啦。咁你知啦，小數怕長計，你仲有其他電子產品喎，你唔止買一件 T 噶嘛，係咪？如果你個仔女要打波，要買2、3件 T 替換，跟住冬天、秋天你都要買衫，同埋你唔買俾自己，都要買俾小朋友啦，啱嘛？咁反應係點啊？喺2019年咧，皮尤研究中心嘅民意調查嗰度咧，就話53%咧嘅美國人就認為關稅咧係影響經濟嘅，只有35%嘅人咧認為呢次嘅關稅咧係幫助到就業嘅。咁倒翻轉咯，咁製造業其實係咪有幫助呢？因為之前經濟學家又或者好多推論都話，因為加咗關稅，令到其他嘅產品入口嘅時候貴啊嘛，本土嘅產品相對之後會平咗啊嘛，咁啲人買多咗本土啦，咁你 T-shirt 就唔再幫襯中國買啦，就幫襯翻 Made in USA 嘅產品啦，係咪？製造業係的而且確有增幅嘅，但係增幅咗46萬嘅啫，即係0.7%。咁比即係官方講嘅預期係低啦。咁而好多數據同埋經濟復甦嘅數據其實都唔關關稅事嘅。而農民咧反而更加慘嘅。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2018、19年嘅時候，Donald Trump 向中國嘅大豆好似加咗唔知80定100%關稅，我唔記得咗。總之一個好大嘅數額嘅。咁結果啲點啊？結果大豆嘅農民係損失慘重嘅。當其時美國出口嘅大豆係跌咗40%嘅，冇咗40%生意，嗰班農民係有幾苦？唔係坐喺 office 日日食緊鋸扒嘆緊冷氣嗰班人受苦喎，係真真正正落手落腳走去田嗰度種大豆嗰班農民喎。咁最後點算啊？最後當年美國係用咗280億美元去補貼翻俾啲農民。咁我唔知呢個關稅究竟對美國係好處定壞處啊？咁我講咗美國啊、加拿大啊、中國甚至乎香港嗰啲影響，同埋攞翻少少數據去對照啦。嚟緊我就係想講下，究竟25%嘅關稅合唔合理、公唔公道？我先俾個例子大家感受一下啦。因為香港受關稅影響實在係零啊，或者0點幾啦，因為我哋冇入口稅啊嘛。而且今次打仗係產品去美國入口先打稅啊嘛。咁如果我幻想下啦，大家今日你一個美國人啦，係啦。咁以香港個環境氣氛去代入啦，咁你今朝去百佳惠康一盒蛋就由30蚊加到37.5，係啦，呢個就係25%嘅關稅嘅影響啦。咁如果你話喂，我唔係啊，我中產又啲錢又冇老婆仔女，屋企有間屋俾我7.5毫俾你啦，跌都跌咗去啦，我今日貨金 P&D 都唔止呢個價錢啦。咁好，我講多少少。你去買對 Nike Air Jordan 限量版，原價2499，加咗關稅之後變成3124蚊，呢一個又係25%嘅計法，覺得呢個稅明顯啊啩？咁如果你一年買4對復刻版 Air Jordan 嘅話，你一定會買少咗，因為你25%關稅係直接打擊你個消費意欲，同埋令到一件根本唔值3000蚊嘅產品，無啦啦你要俾咗出去，而且你俾咗出去唔係益咗 Nike 喎。亦都唔係益咗 Nike 服侍緊你嗰個伙計或者銷售員啦，我應該咁叫客氣啲，而係俾咗海關。你要幻想個海關係美國海關喎，咁你話啦，我都唔買 Nike 波鞋嘅，限量 Air Jordan 關鬼事。咁我再講多個例子啦，買部 iPhone 16 Pro Max 啊，香港 iPhone 16 Pro Max 512G 而家係賣緊11,899。幻想下啦，你而家喺美國啦吓。又幻想下要加25%啦，你要俾嘅就係14,873.7毫半，睇到分別啦啩？
呢14,873個7毫半，分分鐘可以俾你喺香港買多啲 iCloud 嘅容量，或者買多2個 case，加埋 mon 貼，再加埋我都唔知咩啦。總之你一鑊過可以買到好多嘢啦。咁如果你係一個美國佬啦，sorry 美國人啦，如果你買一部小米手機，幻想下小米手機中國入口啊，係咪？或者華為手機啦，好唔好？咁本來你係俾緊2500蚊嘅，買部 Android 嘅中階機，你諗住2500蚊嘅消費，一下子25% 之後就變咗3125。如果你而家係一個美國人，你喺美國你會點選擇？你會買部 Samsung 都要打稅喎，只不過可能冇25%、20%、15%，你唔可能因為25%嘅關稅轉去買本土嘅 iPhone 噶嘛？係咪？因為 iPhone 可能你見到部 16E 都已經喺入門級都6000銀啦。咁呢個係你買到3部小米噶嘛？原本唔係2部半啦，係唔合乎一個邏輯噶嘛？係咪先？咁你就明白呢25%對於你生活上邊影響有幾大。就算你唔會日日轉小米手機，今日小米手機，聽日你買件 T 恤，後日你買條褲，再大後日你買其他產品啦，我唔知啦嚇，可能買鑊、買個煲蓋、買條 USB-C、買個 charger。呢啲全部都影響緊你嘅生活，而無啦啦你每日就係不停咁樣俾多啲25%，而你本土未必係支援到，而你本土嘅產品亦都未必係平得過中國嘅產品嘅，甚至乎而家美國係用緊地圖炮式嘅關稅，唔係針對中國嘅話，你根本揾唔到代替品，你最後都係硬食。喂，咁即係變咗用咩啊？即係變咗消費稅咯。我舉咁多例子就係話俾你聽，25%嘅關稅其實係好多，咁而俾啲數據大家啦，世界貿易組織嘅組成就係維持世界貿易嘅公平性啊嘛。咁當然美國可以任開幾多稅率都得嘅，佢中意搞2000% 關稅都得。咁但係一個呢，咁多年以嚟，世界貿易組織即係 WTO 啦，佢哋平均嘅關稅率呢都係維持喺2至5%嘅咋。而且發達國家之間嘅關稅其實都係2點幾，歐盟都係3嘅咋。咁你當聽到25%關稅，你即係比正常嚟講高10倍。2018年已經對中國玩呢一招，去到2025年對全世界用呢一招嘅關稅，你就可以知道今次呢個25%唔係少嘢，而且佢對於某啲地方嘅電動車更加收100%嘅關稅。咁呢個好明顯已經唔超乎合理嘅水平啦，係咪先？所以如果你即將移民去加拿大，或者已經喺加拿大嘅朋友，一定已經感受到美國關稅對你帶來嘅痛苦，同埋美國政府唔係 Donald Trump 一言堂話晒事，呢個關稅一定係佢成個團隊傾過先至搞出嚟，佢哋一定有全盤嘅計劃嘅。政治嘅嘢真係搞唔掂嘅，我淨係睇翻一個民生嘅嘢。未來佢可能再對其他產品產生更加多嘅關稅，相信對於本土嘅人嚟講係好痛苦嘅。咁大家要留意下，慳翻啲錢啦。咁而對於我哋中國香港嚟講，我都唔覺得係可以獨善其身嘅，因為失業率係會隨住關稅嘅影響，搞到啲廠啊，好多行業咧都被逼搬去啲冇關稅嘅地方。咁到時咪冇去做咯。咁呢啲都要注意噶，大家唔係話你躺平就咩都搞掂，可能到時 Starbucks 都冇生意，咁你連沖杯咖啡翻工都冇呢樣嘢做啦，係咪？咁今日講到呢度，我之後嚟個後記。希望大家知道香港嘅生活其實係好有優勢，因為我哋冇關稅啦，又無稅啦，受到嘅影響微乎其微。但係未來而言，當大家聽到呢啲新聞，又或者你有好多朋友喺歐美，你都會知道係非常唔樂觀，聽到都唔開心，而且亦都更加擔心報復性關稅之後引發戰爭，呢個大家都唔想見到嘅。而我自己就睇到今次美國做法個力度係大到咁，究竟佢係咪發窮惡啊？係啦，定係黑社會爛仔做法？不過可以肯定嘅，全球化同埋供應鏈已經洗緊牌啦。未來係唔係用 AI 同埋機械人走？
個個國家都可以自給自足搞內卷呢？我相信都唔會嘅。而 Elon Musk 聲稱日後係用機械人同埋 AI 去取代人力，到時係咪真係由機械人開始可以紡紗到製成件 T，再由機械人幫你車衫、車 T、車其他嘅加文呢？我知道呢一日會幾時嚟到。而美國人係咪因為咁樣可以再唔使工作，人人每個月淨係喺政府嗰度攞嚿錢，學 Elon Musk 話齋玩你自己想玩嘅嘢，到你真係想貢獻社會，想創一番成就先至去加入企業啊，去大公司做嘢呢？我相信更加唔會，因為呢個資本主義嚟噶嘛。一日有資本主義，班資本家點會放棄你班友喺度坐喺度，個月當份糧唔使做嘢啫，係咪先？而且所有嘅合作係咪真係冇得傾？一開始就話打稅收咗錢先至行落去呢？呢一個唔係一個我認識嘅君主嘅做法咯。尤其是大家都讀過孔子啦，雖然我唔係一個崇尚儒家思想嘅人啊，但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總要有一套嘅尊嚴同埋有一套國格噶嘛。你而家個國格就好似個黑社會咁咯，我係唔係好 buy 呢一套嘅。咁加上上一次 Donald Trump 都已經用咗呢招啦，其實好多國家都已經有兩手準備啦。你估日本、韓國、台灣見到你2018、19年加中國10幾20% 關稅，佢哋自己冇諗過自己個問題咩？加上今次你對加拿大打咁重稅，個個而家都醒目啦，係咪啊？社會上唔係個個都受你 Donald Trump 呢一套噶嘛，係咪？加上你 Donald Trump 都係得4年任期，之後你仲可唔可以喺你未來嗰幾年用呢一套方法對其他國家呢？咁我相信好快過去個蜜月期噶啦，到時大家大把花生睇啦。不過作為喺香港人嘅我哋，至少我哋仲可以用平嘅 Apple 機啦，平嘅 Mac 機，同埋繼續使用我哋嘅 iPhone。今集到呢度為止，我會開翻個 Patreon 啦，同埋多啲交流嘅地方。咁大家呢度人會見到噶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我係 Charles，多謝你收聽，拜拜。